嗨，大家好，我是探评术。今天是2025年11月18号。这一期咱们繼續聊聊恆大清盤，聊聊中國的房地產。咱們先看房企的消息現在房企可以說是一天不如一天這些房企日子越來越難過首先是這個綠地控股新增1834起訴訟，涉案金額累計65.87億元。11月17日，綠地控股公告披露，在2025年10月21日至11月13日期間，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新增訴訟案件1834件，累計涉及金額66億元。你說這不到1個月時間，綠地發生什麼事了？它的訴訟就一下多了1800件。公告指出鑑於公司所處房地產及基建行業仍處調整周期，相關訴訟事項使公司面臨較大壓力，公司將採取措施推進訴訟化解工作，減小對經營活動的影響，並及時履行信息披露義務。你這麼多人要告他，對吧？說明這個房企日子不好過綠地你說它是國企吧，它好像也不是。你說它是私營企業吧，它明明大股東、二股東都屬於上海國資委。你可以說它叫什麼混合所有制、混改，好像又是另外一個萬科。我們不說綠地我們說央企大悅城。界面新聞報道，11月17日，在香港聯交所上市的大悅城地產有限公司發布公告，在今日舉行的法院會議上，親生或委派代表出席法庭會議並投票的計劃股東已批准通過私有化的決議案。什麼意思呢？也就是大悅城在港交所體面退市，為央企保留一點臉面，就這個意思退市了唄，玩不下去了，總比這個港交所到時候給你摘牌要強。人家私有化，私有化什麼意思呢？就是出一個價錢把公众股給它買回來。這個大悅城恐怕大家都知道主要是商業地產為主類似是萬達廣場、五月廣場都是一個性質。所以說大悅城混不下去要退市，大家就知道這個萬達廣場、五月廣場日子好過還是不好過。天眼查 APP 顯示，11月14日至17日，恆大地產集團有限公司新增4則被執行人信息，執行標的合計3億餘元。這是恆大叫百足之蟲，死而不僵這是關於房企的消息還有很多都是壞消息。最近比較火的就是銀行賣房子，地方國資委賣房子。那麼今天第一財經日報報道說，多地國資平台出售房產變現，業內人士指出，出售不等於拋售，這個有點像那個孔乙己說的藿香豆幾種寫法，偷書不為竊是吧？什麼竊書不為偷自我安慰而已近日西昌發布官微信息顯示，受西昌市房地產事務中心委託，四川公信拍賣有限公司對144套住房面向社會依法進行網絡公開拍賣。不僅僅是西昌市，北京、廣州、福州等地國資平台在今年也都有公開的出售房產的案例。對此，廣東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李宇嘉表示國資平台出售房產一般有以下目的，包括維持經營性業績的考慮、處置債權資產、對現金流需求增加和盤活存量資產。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國資平台公開拍賣房產是通過公平、公正、公開的方式，在確保國有資產不流失的同時，還能最大程度保值增值，所以並不能解讀為拋售。這個也很有意思反正你把房子拿出來賣，那就是砸盤，這不跟大股東減持是一個道理嗎？我是慢慢的賣，就不叫拋售，我是拿到市場去拍賣，就不算拋售。也就是那意思，就是我沒有主動降價，這跟降價不降價沒關係，对吧？你市場的供應量大了，那房價就得跌，買的人本來就少，大家都在觀望，這時候你呼啦啦的來了這麼多房源，你說你這不叫拋售，對吧？同樣一件事情就看專家怎麼解釋。這專家也很有意思一邊是建議政府發債收房子，一邊政府在那邊賣房子，他也為政府辯解這個賣不是拋，拋不是賣，凸顯在這個樓市低迷、這個房地產萎靡不振的這個當下，專家混飯吃不容易說真話恐怕也丟飯碗，說假話良心又痛。最近這個大家恐怕也知道，這個茅台價格暴跌，最高從3000多4000一瓶，就是那個飞天53度的现在跌到大概1600吧，有的直播间還賣1400，還更便宜的。但是咱們說的這是真酒不是假酒，很多經銷商那個批發價在1600以下，散裝的正好咱們房地產也在一路下滑。我們很多人都知道這個白酒跟房地產關係密切，尤其是茅台，对吧？跟房地產行業那更是緊密相連。
就是叫一根身上的蚂蚱，应该这麼說。那茅台和房地產哪個先跌到位，哪個先企穩，也成了大家關注的這個焦點啊，因為他們兩個密切相關嘛。我們一直說啊，你要想看房價有沒有跌到底，那看看茅台怎麼樣？是茅台價格先見底，還是房價先見底？我們看看這個經濟學家馬官元他是怎麼說的。大家看視頻啊。我們來討論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是茅台的價格先見底，還是房價先見底？這個問題非常有意思。事實上，大家看，在整個經濟大周期發生變化、資產價格調整的過程中，不僅僅是房價，還有奢侈品的價格。我們其實可以把茅台作為一個什麼？作為一個消費的一個指標啊。大家知道，茅台的價格這一輪最高的周期，最高的時候曾經接近4000元一瓶飛天茅台，4000元。現在有些地方已經跌破1600塊錢了，跌幅啊，如果從最高點算的話，跌幅高達60%，這是茅台的一個跌幅。但是儘管茅台的價格已經跌了接近60%，但是好像如果大家去問說茅台目前1600塊錢的價格還能不能撐住，絕大多數人認為茅台的價格還會往下掉。第二個就是說，我們當然不是指的是全国的房價，因為大家知道中國城市差別太大，一線城市跟一些小城市3、4線的城市比較，房地產的基本面是完全不一樣的。我們可以把主要的城市，我們可以叫核心城市，不僅僅是一線城市。中国的热點城市的房價目前從最高點下跌來看，下跌了多少？差不多现在全国包括一線在內，我們以二手房的價格為例因為新房價格其實沒有什麼參照意義，二手房的價格普遍下跌的幅度，一線城市肯定超過30%了，大量的城市超過40%了。那麼超過30%、40%這麼一個下跌的幅度，對於核心城市的房價來講，是不是已經見底了當然大家會有很多參照系，比如說我們談到房價下跌幅度的時候，大家總會想起日本。日本當年房價，東京大阪、京都這些城市房價普遍的跌幅60%以上東京甚至跌幅超過70%。如果以商業地產的價格作為參照系，日本6大城市的商業下跌的幅度超過83%。所以如果以這個作為參照系，那就是比較可怕的。但是我想告訴大家，日本只有一個，也就是說，我們看世界房地產泡沫破滅以後的歷史來看，像日本這種5年時間裡邊跌幅如此慘烈的沒有第二個。絕大多數的，比如說美國每一次房價下跌的幅度也就是30%、40%左右，那大的情況下50%。但是大家知道，美国房價慢慢都又回去了。那麼日本還有一個價格，當時大家參照看日本3個價格，一個是股價那麼股價指數5年以內下跌了多少？下跌1半。第二個是我剛才講的商業地產的價格83%，就是高爾夫球會員的價格下跌了93%，是下跌最多的，說明有錢人沒錢了。當然我們現在如果說以高爾夫球會員價格作為一個參照系來看，其實中国絕大多數的高爾夫球，比如說核心城市的好的熱點的那些球场的價格波動並不大，一些不是熱點的也20%左右，不到30%。那所以從這個來講，好像也没有見底。所以就回到這個中國房價，回到我們的茅台，我們來講誰最先見底？我覺得我個人的判斷供大家參考。第一個就是核心城市的房價要比茅台要先見底。整個一線城市、熱點城市在最近出現了二手房的加速補跌的情況，但是總體來講需求存在，核心地段好的房子在中國並不多，而且從房價的一個基本規律來看，就是房價根據城市、根據地段的分化，在全世界都是如此。所以我們認為跌幅再往下跌不會達到當年日本那麼一個情況。那我們看到需求一直是存在的，說3、4線的城市，甚至很小的城市，房價儘管很多已經腰斬了，但是可能還沒有見底。那所以如果我們排個名
是茅台先見底，還是核心城市的房價先見底，還是3、4線城市的房價先見底？我覺得最先見底的是核心城市的房價，第二個見底的是茅台，第三個見底的就是3、4線城市的房價。所以大家其實現在看中國經濟的指標，其實我們只要看3種價格就可以。這是物價，物價什麼時候反彈，這輪調整就結束了。第二個是核心城市的房價什麼時候穩住，這輪調整就結束了。第三個是茅台價格什麼時候穩住，這意味着什麼呢？消費要開始慢慢的反彈了。這個馬官員說的比較討巧啊，他這個自問自答，但是給这個答案也是比較模棱兩可的。不過他這個說法是對的啊，因为這個房價呀，茅台就是一個飛天53度啊，比較簡單，對吧？漲了跌了，你一眼就能看見，真酒啊，不是說假酒啊。但是房子確實是結構性的，對吧？不同的城市不一樣，就是同一個城市，不同的地段又不一樣。所以你籠統的說房價漲跌，那個上海那個新房豪宅天天漲，已經連漲10幾個月了啊！上海的新房價格就沒跌過，你看看那統計局的數字公布的啊。但是同樣是新房，上海外環外能漲嗎？漲得動嗎？同樣的地段，對吧？上海啊，那豪宅同樣地段的20房它也賣不掉，對吧？你看那個王思聰不是有一套豪宅拍賣嗎？別墅，對吧？掛了1年半了吧，一降再降，賣不掉。這個上海的老洋房，曾經是安家等電視劇取景地的百年老洋房，3次流拍，從1.5億降到8000萬，那就差不多啊，快降一半了，對不對？12月7號第4次再拍賣，這是獨棟啊，前面還帶個大的這個花園呢，沒人買。是那地方偏僻嗎？也不是啊。說這個什麼意思呢？也就是說，它這個房價確實是個結構性的，所以你要說房價先跌先穩，還是茅台價格先穩，對吧？這不好比較啊。實際上我們只能是大略的啊，有個概念。茅台確實跟房地產關係密切，房地產火的時候，對吧？跟房地產相關的產業、商務、宴請，那都是茅台啊。茅台是標配，對吧？你要請領導吃飯，或者請包工頭吃飯，或者包工頭請這個什麼監理吃飯，包工頭請那個房地產公司的項目經理吃飯，想包個工程，那個供應商，对吧？他的這個材料想進這個項目，想進這工地去公關，那不都提着茅台去嗎？吃飯都得喝茅台，茅台的消耗量多大呀？確實啊，跟這個房地產關係密切。但現在呢，對吧？現在本來房地產就不行了，開發商也沒錢，都求着供應商，對吧？這應該反過來啊，開發商拿着茅台去找這個供應商，能不能給我們供應點貨？這個週期賬期能不能長一點，對吧？現在是顛倒過來了。當然了，開發商沒錢，對吧？開發商哪有錢喝茅台啊？開發商都爆雷了。總體上啊，如果茅台價格穩住了，這個部分說明啊，就是經濟穩住了，這個經濟相對於現在來說就有了活力，對吧？又開始喝茅台了嗎？又開始巴結走門路、找關係、搞工程了嗎？那說明能賺錢了嗎？不就這意思嗎？不能賺錢誰送茅台啊？誰喝茅台啊？說明也能賺錢了，一能賺錢，對吧？茅台需求量就上去了，這個反映出經濟恐怕活力就上去了，經濟活力上去了，那房地產價格恐怕就能穩住啊，這個韭菜的收入就上去了嗎？所以這麼看啊，有一定的這個合理性，所以我們要看這個是茅台股這個價格有沒有穩住。但是啊，凡事不能太絕對，對吧？如果茅台跌到800，跌到500穩住了，不一定說房價就100%能穩住，它說不定還要跌。所以我們總是把茅台跟房地產關聯到一起，實際上是一個大概的一個指標和特徵，對吧？就是先看茅台價格有沒有穩住，穩住了我們再討論房價有沒有穩住，應該是這麼一個邏輯，對吧？我們要先看茅台價格有沒有穩住，如果它穩住了，我們再討論這個房價能不能穩住。因為畢竟茅台它首先一個啊，假設這個市場上還有1億瓶茅台，那它也就1400億嘛，對吧？如果你就說10億瓶吧，這麼多年生產的茅台都積壓在市場上，很多人手上收藏着茅台啊，一噸一噸的，對不對？你就說保有量10億瓶，那也才1.4萬億，咱們的房產600萬億，你就是跌吧，跌到現在還據說還有360萬億，不是一個量級的東西，對吧？你想不是一個量級的東西，你不能那麼死板的去對照，对吧？你就是茅台這邊你稍微有個什麼風吹草動，哎，說不定它也能穩住。你比如說吧，公款吃喝如果不那麼緊了，那茅台說不定又穩住了，那當官的喝啊，是不是道理啊？你畢竟它體量小嘛，房地產的體量大，對吧？是茅台的幾百倍啊，能開玩笑嗎？
所以說，當你認真的討論啊，作為一個經濟學家討論說，哎，一線城市房價先穩，茅台然後穩住，然後在3、4線城市房價穩住，這個就顯得不夠嚴謹。那他不是像我這樣的自媒體，咱是憑嘴亂說啊，是吧？如果要嚴謹一點，你不能把茅台跟房地產那麼綁一起。我剛才已經說過了，對吧？房地產是至少現在還360萬億一個體量，茅台才多大的體量？你就是算10億平，也才1.4萬億，還夠不上恒大的那個負債，怎麼比啊？但如果從消費角度考慮的話，他们好像性質也差不多，是吧？就是都是因為消費不振嘛，大家沒錢嘛。不光是茅台崩了，五糧液也崩了，對吧？高端白酒、低端白酒都崩，說明這是消費，說明韭菜沒錢，韭菜沒錢，房地產低迷也是一個道理啊，对吧？韭菜沒錢買，當然了，房地產多少還有點那個金融屬性啊，就是大家還是希望它漲價，不完全是消費。但是有人就說了，對吧？這個消費低迷啊，樓市低迷，白酒不好賣，跟00後不喝酒有關係，對吧？跟00後啊消費習慣跟老登呢不一樣，老登當個寶貝，但是00後棄之如敝履，就這意思啊。對，這些都是原因啊，因為確實你往00後算，人在減少啊。即便這些人到了30多歲願意喝白酒，但人也少了，這個是不爭的事實。難道他們酒量還能漲嗎？酒量沒漲，對吧？喝酒的人少了，那酒的銷量自然下來，這個對吧？用腳趾頭都能想得明白。我們再看看這個賣房子啊，昨天咱們說了啊，你是銀行賣房子，地方政府、國資委賣房子，我後面說了上市公司也賣房子。你看啊，越來越多的上市公司開始拋售自己手上的房產，為什麼呢？因為都缺流動資金，都缺錢，跟銀行是一樣的。中財節能公告，全資子公司武漢建材院擬通過產權交易中心公開掛牌轉讓其位於武漢市東湖新技術開發區光谷大道77號金融港 A12棟的辦公樓，評估價5425萬元，首次掛牌價不低於評估價格。上市公司啊開始拋售自己手上的房產，不光是韭菜，對吧？這些二房東、這些炒房人在賣房子，手上有房子都想賣，要套现。一是現在房價下跌啊，他避免資產縮水啊，就像剛才那個專家說這個國資委賣房一樣啊，人家不是拋啊，人家是賣。那上市公司也一樣啊，我也是賣啊，我也沒拋，對吧？你銀行國資委能賣，我就不能賣是嗎？對吧？銀行國資委賣那叫賣，我這賣就叫拋，這個說不過去啊。所以你看啊，這個大家都在賣的時候，掛牌量急劇上升的時候，那房價只有下跌一條路啊。今天啊，我看網上關於房地產最火的是深圳的一個凶宅拍賣，這個一下上了頭條啊。我看極目新聞報道啊，深圳一凶宅30人爭搶699.8萬元拍出。深圳市福田區一棟房產在法拍平台掛牌，曾以839.7萬元成交。買房者得知此房曾涉故意殺人案後產生抵觸，請求撤銷交易。10月下旬，該房產由深圳市福田區人民法院再次掛牌，起拍價是390.8萬元。11月18日，極目新聞記者在阿里法拍平台看到該處房產由30人報名參拍，最後以699.8萬元成交，那就相當於呢掛牌價啊，起拍價溢價將近310萬。這個事情是怎麼回事呢？他這個房子啊是一個凶宅，但是位置很好，在福田區那個叫什麼新洲南路、芙蓉路，叫北金地海景啊，地區26棟25C 房產。我有點印象，但是我也可能記錯了啊，記串了，就是那個房子好像是帶點金色、紅色那種顏色。就我以前去深圳的時候經常路過啊，然後就我同事就告訴我說，那裡面發生過命案，說那房子鬼房，然後說那房子賣不掉，那個整個小區房價都低，所以很多這個怪異的事情發生。但是當時那個時候08年、09年啊，09年、10年、11年那些時候，那個深圳房價還沒漲，本身房價就不高。據說啊，他那個房子發生的是一個入室搶劫案，是個兇殺。那按照這個封建迷信說法，那就是對吧，恨死的，或者就是對吧，冤死的，怨氣比較重。然後這個房子呢，也是他這個房子本身也非常這個坎坷啊，幾經倒手。然後上一次是被法院強制拍賣，拍賣了，結果這個受拍就是那个竞拍人呢，以将近840万拍到手，但是拍到手之後啊，他才知道這是個凶宅。上一個法院就是廣東叫陽江法院吧，就是廣東的一個法院拍賣的啊，但他的那個拍賣詳情裡面沒有披露這是個凶宅。那個陽春法院啊，他恐怕也認為這個房子
都就是第一個發生這個兇殺已經非常久了，第二個發生兇殺以後啊，這房子幾經易手，就是房主不停的變，到這樣的時候，他也就是這個叫什麼叫歷史嚴格，背景調查估計沒做細，所以他拍賣公告裡沒寫，然後這個人840萬拍到手之後，他就不要退房，你法院有過錯，所以這房子就退給法院了。那然後这個深圳法院啊重新拍，這一次啊，因為是凶宅，這次深圳法院就給他把這個房子的來龍去脈寫了，發生過這個命案，對吧？結果啊，起拍價390萬，拍了699萬，就將近700萬。實際上根據那個中介說的啊，當他那個小區裡面其他的房子大概也就在6萬左右上下，但他這次拍的是5萬3一平米，同戶型的房子好像賣770萬，他這個相當于700萬，也就是你看差价不大啊，就差了70万，便宜了70万。你很多人就说不值，对吧？你买个没有发生命案的房子也只要770万，你拍个这玩意儿，你心里不膈应吗？只便宜了70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關注到最近這種凶宅拍賣，對吧？還比較火，也不能說火吧，好多地方，你看，我記得上一次寧波還有成都，對吧？這一次是深圳，各地都有媒體報道這個凶宅，有人去拍買走了，這個是個好事啊。為什麼呢？說明，對吧？你這房子還有流動性呢，就是人願意買，反過來也說明還有購買力，對吧？大家願意掏錢買房，雖然是凶宅，只要你便宜，那這個事情告訴我們啊，只要你價格合適，只要你價格足夠低，房子還是賣得掉的。就怕你那房子，對吧？掛出去價格再低沒人買，那也徹底熄火，沒有流動性。你看成都、深圳還寧波，對吧？很多地方的那個凶宅，你看他這個凶宅實際上沒有便宜多少嘛。剛才說你看頂多就便宜10%，比市場價啊。第二個說明什麼呢？說明很多人啊，對吧？覺得窮都不可怕，怕鬼；人都不可怕，還怕鬼。我在以前節目說了啊，如果你心裡夠強大，你完全可以買這種房子。但是呢，有一點啊，如果你要準備結婚生孩子，在這裡成家，那你還得小心一點。為什麼呢？就是你不怕，你不受影響，你心理強大，對吧？你這個陽氣重，但是你以後你，對吧？你家庭其他成員不一定啊。這個不是封建迷信啊，這是心理學。如果他心裡有事，對吧？他老是覺得疑神疑鬼的，他會影響他。一個家是一個非常安寧，對吧？家是港灣嘛。如果你在家裡都心神不寧的，那談何休息呢？但是有的人不在乎啊，心理強大根本不在乎，對吧？一點都不影響他，那你完全可以去買，撿這個便宜啊，畢竟便宜啊，對吧？不還好網上好多搞風水的嗎？還好多道士嘛，對吧？專門降妖除魔的嘛，專門鎮邪的嘛，對吧？這去買啊，所以這個我認為啊是個好事。什麼叫好事呢？就是你只要降價，你還能賣得出去。你看看凶宅也能賣得出去，好地段啊，好的位置，那還是有流動性的。關鍵啊，他那個凶宅啊，它不是空着的，一直有人住呢。所以估計買家也覺得無所謂，你看人家住了沒事的吧？那裡面現在出租的啊，那個租客在法院拍賣完之後，他會承諾會到期就搬走。同樣是拍賣啊，還有很多拍賣賣不掉。你看剛才那個說的上海那個100年老宅賣不掉的，那才叫悲哀啊。一個是廣州原大廈流拍啊，他那個最高價的時候是2023年56億，現在呢起拍價是13.6億，沒人報名，人家鬼樓都好多人報名，對吧？30人圍觀還搶。你看他這個原大廈比鬼樓還慘，為啥？中指法拍數據庫監測2025年1到10月全國法拍市場各類法拍房源累計掛牌數量60.5萬套，同比下降5.7%，房源累計拍賣次數共105.8萬次，最終成交拍品數量13.8萬套，同比下降2.4%，清倉率22.8%，總成交金額2048.7億元，同比下降22%，成交數量啊下降2.4%，成交金額下降22%，什麼意思呢？對吧？這個大概其就是你拍的價格越來越低，成交的反而還少，就是這說明房地產冷啊，對吧？降價的都賣不出去，就是拍賣啊，賣的價格比以前便宜了，按理來說應該拍賣的多，對吧？成交的更多啊，但是成交的還少，說明這個確實冷。跟這個深圳的這個凶宅相比啊，更多的房子是拍不掉，沒有流動性，這就是悲哀。有一個廣州的網友說啊，說上周有一條賣保利天匯二手房的視頻火了，說的是業主以1330萬買下一套189平單位，剛收樓，灶台和抽油煙機還沒有拆封，現房賣，這就是到時候都沒住啊，恐怕資金出問題就要賣，一再降價都賣不動，找了知名的網絡中介專門
拍視頻推廣，中介殘酷地告訴他要交易，現在最多只能賣750萬，3年虧600萬。這3年他這房子沒住，就是3年前買的期房，3年後交房，一交房他就要賣，結果你看看3年啊，巨虧600萬，一台勞斯萊斯就這麼沒了。很多人一輩子都賺不到這些錢，所以這個視頻就火了嗎？在圈內啊迅速發酵，以為這個就完了嗎？不是啊，更猛的在後面，因為有網絡中介又發布了最新消息，同一個小區啊，同戶型的產品急於回籠資金，業主開出了650萬的價格，就是又跌了100萬啊，相當於每平米3.4萬元。保利天惠峰值時賣到8萬多每平米，現在只有3.4萬，這個是廣州的豪宅啊，這套單位價格和峰值相比跌出了60%，這可是一線城市廣州最核心最抗跌的区域，天河，也就是廣州已經慘成这样了。廣州是一線城市啊，而且廣州已經全面放開限購，对吧？能打的子彈都打完了，工具箱裡沒什麼工具了，只是廣州的核心地段啊，降了60%。當然了，不是說所有的，這個你也可以說是特例，但至少650萬現在賣不掉啊，還沒有成交啊。如果你想買這個保利天惠的房子啊，超過3.4萬元一平米，你肯定在那打鼓啊，你不願意買啊，对吧？實際上就是心理預期已經形成了啊。那你說這個郊區呢，非核心地帶呢，遠郊呢，對吧？旁邊的小城市呢，3、4線城市呢，那慘的，對吧？就更慘啊。廣州2020年和2021年2年時間，新房加二手房成交總量40萬套左右，也就是40萬個家庭吧，就大概這樣子。那40萬個家庭從2020年到2025年，房產就縮水一半，什麼概念？你說消費還能上得去嗎？你說茅台3000還能賣得掉嗎？還有誰喝啊？這是一線城市啊。所以說這個樓市的實際情況，有的時候比那些公布的那些冷冰冰的數字還要冷。哎，這就是消費怎麼刺激，對吧？都難見成效的一個原因啊。所以說啊，不要問底在哪裡，現在問還為時尚早。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